明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生病了？啊？不烧啊？怎么了你？我难受。哪儿难受啊？你跟妈说。我心里难受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心里头这是？我突然特别的想你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我以为……不对呀，这刚几点呢？你早晨刚出门上班，你想我，你也得给我打个电话呀！你趴我床上干嘛呀？这是？我想你想的，想闻你的味道。啊，这床上全是我妈妈的味道。妈，我还有个采访，先走了。哎，你几点回来呀？今天？怎么才来呀？东西拿着没有啊？我差点就牺牲了，幸亏我狡猾。真的呀？恭喜两位，祝你们幸福。小夏，哎，你到哪儿了？啊，到大门口了是吧？对，右手那小区啊。你一拐进来你就看见我了，我在我们单元门口等着你呢。不是。老婆，你这是什么路子？你哭什么呀？不是，你说这叫什么？这大喜的日子，你别哭。我跟你说，老婆，这事可不能乱哭啊！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俩是办离婚的呢。我就是想离婚，我后悔了。你别闹，哪有刚结婚就办离婚的？我后悔了。不是，老婆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吓唬我啊！我这脑子现在有点转不过弯来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反正也得离，就近办了也省事儿。别介啊！不是，你就算让我死，你得让我死个明白吧，老婆。刚才咱在这登记不是挺好的吗？咱俩都挺高兴的，对不对？这怎么手续办完拿着证了，就变成这样了呢？哎，这结婚这事可是咱俩事先商量好的，我可没逼婚啊。你看看这照片，这多般配，一看就是金童玉女啊！你看看你，笑得那么灿烂。是啊，分明就是一副得逞了把我骗到手的样子。再看看我，笑得那么勉强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就说明你想着娶了我，你就是发自内心的高兴；我嫁给你，我就是潜意识里面我就觉得亏了。来，小夏，来，请进。哎，用换鞋吗？不用，旁换没事。我们家呀没有臭讲究，赶紧来。坐那儿，在那儿坐着。哎，好，我给你弄点茶喝。不用客气，阿姨。啊，不喝啊？不喝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那咱俩聊会儿天。哎呀，我姐把你照片一拿来，我一看，呵，就跟我闺女挺合适的，我觉着。你看见我闺女照片了吧？啊，看了。哦，其实啊，我们家敏儿不是太上相，真人长得那叫一个漂亮，那个白呀，真的，眼睛太大了，赶紧把这眼泪擦擦，不知道我以为怎么回事。
你干嘛呀？我去看看。不吉利，那是离婚登记。你陪我去看一眼去。就看啊。我看一眼。你们俩想清楚了？哎呀，打今儿起我就是你的人了，啊，偷着乐去。可这4、9成啊，哪儿瞧上我这么地道的小伙子去啊？要个有个，要样有样，人品又这么好，是吧？你行了吧你？你知道什么叫4、9成吗？我妈早就下死命令了，非北京男孩不能嫁，你可是外地人。谁是外地人？谁是外地人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是地道的北京人儿。哎，我们家那原来是姓爱新觉罗的呀。你们家祖上是王爷，对呀。你爸是阿哥，哎，你说了几百遍了。绝对不是传说。我们家原来在地安门，我跟你说，有一套巨大个的宅子，金鱼池、假山、影呗，样样都有。你们家在沈阳还有一大长条街。那是啊。没用，那都是历史了。你们家要是现在还有一条街，甭说街，你们家要在北京还有一套房，都不说房，你们家要是在颐和园能有一块砖，上面写着是你们金家的砖，我妈都能同意让我嫁给你。我们家又不是倒卖文物。唉，现在关键是我怎么骗我妈？咱俩证儿都领了，我妈还不知道有你这么一人呢。老婆，你不说你妈这人挺好糊弄的吗？就算我妈好糊弄，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。你要准备什么呀？我就这么一水灵的大姑娘，一掐一汪水的，就这么嫁给你了，凭什么呀我？哎呦，嘿，嘿，别，呦，你别，你看你别哭啊！你要再哭，今儿可是第2回了。我跟你说，老婆，你放心吧，我发誓，我这辈子对你好，有多好？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还有多好？我以后我要挣着钱了，我先给你买一大房子，大 house。带花园吗？必须带花园啊！不单带花园，前面得有足球场，后面是篮球场，左面是网球场，右面得有排球场。我不喜欢球，你就在花园里面给我装个秋千，我一边荡秋千一边吃哈根达斯。来一排秋千，我让你天天吃哈根达斯，吃腻了。我每天都要吃比利时口味，还有朗姆酒口味，我吃2桶。吃2桶扔2桶，实在不行就让你泡在哈根达斯里面游泳。我再也不要跟那些耍大牌的明星打交道了。我想上班就上班，我不想上班我就在家躺着，我荡秋千。不能再理他们了。我跟你说，老婆，以后咱俩要生一孩子，直接培养成嗨腕，奔好莱坞去。我不选小孩，我选狗。什么狗？泰迪犬、吉娃娃，一样来10条，每个狗脖呢都挂着血统证，到时候我再给你配10个保姆，天天你就是领着他们可这北京4、9成的溜吧。到时候城管肯定得来找你。您说这金太太，就说您这怎么了？现在开狗场了？你得这么说，没办法，我就是喜欢呀。我也想过普通人的生活，是吧？就是有钱怎么办呀？行了，你别贫了，说正经的啊。你以后只许爱我一个人，不许爱别人。这世界上还有别人吗？你连其他女人都不能看一眼。你别说人了，母鸡、母狗、母蚊子，我都不多看一眼。勉强通过考试吧。咱俩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家看我妈。打小为了他，我这心呐就老是提了着嗓子眼儿。是啊，从小学就不省心，学校门口就有男生那儿堵着。啊，中学就有人递情书，到了大学，哈，多少男孩子为他闹不高兴、闹意见，这跟这多说几句，那就不高兴了，都这事儿。后来这不是工作了吗？人家也给介绍，说，哎呦，这可好，说王荣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身价多少个亿。我闺女说，甭跟我说这个，我不要有钱人。呵，我说怎么着，大款还不要？不要。后来人说那成，不给你闺女找大款，咱找个富2代吧。
呵，我闺女又急了，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坚决不要富二代。不是，我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呀？啊，咱非得找穷的、没钱的。他说不是，谁不爱钱呢？我也爱钱，但是呢，我要找的人必须跟我一起白手起家，共同创业啊。我们是结发的夫妻，我们一起创造好的生活，那样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。是。所以呀，我姐把你照片一拿来，我一听，我说哎，这挺合适啊。啊，我听说你开了一个什么，这个户外用品店代理了一个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已经开了一家了，是不是？3家。3家了都。嘿，那你好，要跟我闺女好了以后，你看着吧，不出1年，你就得开个6、7家，哎，过不了5年，你就全国连锁，用不了10年你就上市了，纳斯达克了，咱们。阿姨，这个还有点难度。哎呀，有难度什么没难度啊？不能害怕难度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人这一辈子，哎，成事儿的都是那个迎着难度上的那个，知道吗？必须得迎着困难上。哎呀，你们家这小区可真够大的。大吧？Very good，行了，走吧。我们家明儿长得漂亮吧？小脸儿啊，巴掌大，哎，俩眼睛占半张脸，可绝了！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生的。妈，哟，明儿回来啦！来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就是大姨跟你说那小夏，知道吗？这，哟，这是谁呀？啊，金亮，妈，这叫怎么个礼貌？这个什么情况啊？这可不能随便叫啊，小伙子，这可不好，说话注意。这是那个大姨跟你说那个特别好，这孩子啊，那个这就是我们家明儿啊，你坐这儿跟人小夏聊会儿。你先坐会儿啊，你也坐会儿。您是同事吧？您也坐吧。坐我你等等，啊，过来。干嘛？过来。啊，干嘛？那小夏你先坐着，啊，这同事你也坐下吧。啊，干嘛？说什么呀？明儿，怎么样呢，小伙子？3家户外用品店了，大姨给找的真靠谱啊！那小头发长得像不像韩国人？绝对韩版啊！你给我介绍的？对呀。哎妈，那你觉得我带来那个怎么样？你那同事啊？什么同事啊？
嘛。我这不是为你吗？那你为我，你更应该跟我说一声呀。你跟他好了多长时间了？好长时间了，好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呢？好多年了。王阿姨，那我先走了。这孩子，小夏，别走啊，这还没啊，改天再来。走了？留步。没，我送送你呢啊，再见啊，小夏，哎。妈，您吃香蕉？哎，小伙子，我不吃，啊，小伙子，你不能随便叫那字儿，好不好？有礼貌也没有这么个有礼貌法儿的啊。怎么着啊？我听小敏说你们俩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，是吗？是。行吧，那你说说你的情况。你哪儿的人呢？东北。他现在住北京了。别说话，没跟你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是，我在北京上的大学，现在就在北京工作了。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尽量。尽量。金亮，金子的金，闪闪发光的亮。闪闪发光那叫光。什么叫闪闪发光的亮啊？哪有这么说话的？真是。他不是紧张吗？你别说话，我是跟你说话了吗？别插嘴。你在北京工作是吧？对。做什么工作？他是大夫。职业还凑合。哪科啊？内科、外科、骨科、口腔科还是耳鼻喉啊？妇科。怎么了妈？走，这给您买的吗？你俩话还没说完呢。这拿着呀，手里头挺沉呢，你拿着，快点，我让你走。话还没跟您说完，你先我有话要跟您说，话必须得跟您说啊！妈，您别这样。干嘛呀？妈，这话都没说完呢。你什么个情况？你怎么个情况呀？你神经病啊你！我怎么能神经病？你说你怎么能不能神经病？你给我带回个什么人呢？这你说什么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这个人大傻个子站在那儿，进门就叫妈，多帅，那么大进高个儿门就叫妈，谁是他妈呀？我是你妈妈，什么人呢？这是话都没说完就把人赶走了。说完打算说什么？还打算说我跟他说什么？我没有的可聊。敏儿，咱不能犯糊涂啊！我怎么糊涂了？你好不容易找个大夫，是不是？我还挺高兴的，本来我这心里还软了一下。对呀。这一问，妇科啊，妇科怎么了？您不看妇科啊？妇科还不如肛肠科呢。肛肠科起码他男女老少他都看，妇科他一天到晚他，哎呦喂，这流氓吗？这不是？什么流氓啊？你说什么意思呀你？妇科不是医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其实肛肠科还不如妇科。妇科也是大夫呀。这妇科是我高考的时候报的第一志愿，后面还有好多事儿呢。再说了，您以后要是看病找我，那不就方便了吗？刚才我瞄了一眼，您这胸罩有点小，应该换一个 C 杯罩，尤其您这岁数了，对乳腺不好。这水果就给你放门口了，杯罩的事儿下回再说。哎呦，胸口受不了！妈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太没礼貌了，你就这么把人给撵出去了。你说你让我以后怎么出去混呢？你还好意思出去混呢？啊，姑娘，
就你连这种人都敢往家带，你还有脸出去混呢？我说句老实话，连你妈都快没脸出去混了。是什么人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必须得跟他断，跟他分，现在立刻马上。我不，你再说一遍，不分就不分。你气我是不是你？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着大，容易吗我？你就给我带这么个人回家？妈，我就奇了怪了，我这医生啊，妇科医生怎么了？他也是医生啊。你知道这一天当中有多少个孩子要经过他的双手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多么神圣的一个职业，多么高尚的一个职业。行，他高尚，他神圣，行不行？谁爱嫁给他谁嫁给他，我没意见。但你坚决不许嫁给他。为什么呀？敏儿，你懂不懂？你是要跟他结婚的，你懂不懂？啊，你每天得搂着他睡觉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，你说他一妇科大夫，他每天他工作的时候他。哎呦，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啊！你不知道？妈，哎，他要不是妇科医生，我还不喜欢他了呢。我什么你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。哎呦，他心可细了，可关心我了，比我自己都关心我自己。哎，就我每个月来事儿的时候，我不是肚子疼吗？疼得死去活来的。给我治好了他。结果现在每个月我都忘了我自己哪天来了，他能记得，给我打个电话，发个短信，就跟我说，哎，小敏儿，今天你那个可能快来了啊，你要多注意保暖，多喝红糖水，不能吃凉的，尤其不能吃冰激凌，出门带卫生巾啊，什么什么，多心细呀，多体贴呀！我的妈哟，这还是个男的吗？哎呀！喂，爸。啊，那个证领了没有呢？啊，领了。今天下午就领了啊，特别好。我们俩那照片，我跟你说，一看那就是金童玉女，特别好。有时间你过来看看，好极了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明天我到北京18字，别忘了去接我一趟啊。你明儿就来。好了，明天见。不是爸，敏儿。妈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啊，这次你必须得听妈的，行不行？求你了，算你帮妈一忙了，行不行？我怎么听您的呀？您那就是职业歧视。就算我职业歧视，就算啊，人家妇科大夫有很多都是男大夫，人家都挺棒的，成，咱不提这个，咱就说他是东北人吧？我对你有过要求吧？不许你嫁外地人，你答应过我，对不对？你答应没答应过？妈，您这可说到点儿上了。哎，小亮他不仅是北京人，那比北京人还纯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您知道他们家从前姓什么吗？什么？爱新觉罗。爱新觉罗什么姓儿啊？那是皇帝的姓儿啊。他爷爷就是王爷。你知道他们家在那个地安门有一大宅子。然后他爸小的时候就住那宅子里面，就是您喜欢那种四合院，门对门那种。他爸小时候就住那里面，几进几出的。他多少那佣人在那儿伺候着，在那沈阳，那一大长溜街都是他们家的。不是，哎，现在那四合院在哪儿呢？还在地安门呢。啊，对，我知道。那个现在他们家谁住着呢？现在没人住了，闲着呢，充了，充公了。啊，合着他们家现在什么都没有。他爸现在干嘛呢？他爸在那东北矿上工作，去年光荣退休了。挖煤的。嘿，你有职业歧视是不是？挖煤的怎么了？那要没挖煤的，您有空调吹吗？有暖气使吗？闺女，你听我说啊，他爸合着现在就是个挖煤的，他们家合着现在就什么都没有，一贫如洗，对不对？反正他们家是出身贵族。
我告诉你，哎，明儿，你听妈说，就这种贵族还不如劳动人民，真的。哎，劳动人民起码还朴实，身上没有别的包袱，就那种人，我告诉你，穷的爪干毛净的，还一天到晚想着他们家是贵族。哎，使唤丫头拿钥匙，小姐身子丫头命，全是说他们的。哎，一贫如洗，任麻没有，一身的臭毛病，就这种人家，你坚决不能嫁。我跟你讲，您这就是嫉妒。嘿，我嫉妒他干嘛呀，闺女？你这话说的，我真是有点不接受。我嫉妒他什么呀？他有什么值得我嫉妒的地方吧？你告诉我。哎，他不就是一个破落的贵族后裔吗？你知道你妈妈我家里头过去老是年间是姓什么的吗？姓什么呀？我也忘了，但说出来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我一点不吹牛啊。我姥爷的姥爷的姥爷，知道吗？在朝廷里是2品大员。你知道2品大员有多大吗？有多大？大了去了，说出来再吓你死一回。我告诉你，哎，有什么用啊，明儿？啊，你妈现在不就是一家庭妇女吗？普普通通，天天为柴米油盐发愁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就他一天到晚他跟你吹这个，跟你讲这个，就是为了勾搭你，你知道吗？净拿这没用的事挑唆你，勾搭你，让你上钩，千万不许，坚决不能跟他好。不说这个还好，说这个就不同意。不是你凭什么不同意啊？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怎么着了？已经怎么着了？我们俩已经好很多年了。你就是从3岁跟他好，我也是不同意。不同意就是不同意，我告诉你，就死了这条心。我跟你说，米儿啊，一手就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妈，一手就是一个爪干毛净的过气儿的贵族后裔。你选吧，你要哪个？你选，你选，你妈他选。你威胁我是不是？对，威胁，我就威胁你了啊！我把你带大，我今儿我就威胁你了。选吧，你妈他选哪个？我选。嘿，你还给我选俩你！我让你说你是北京户口，你怎么说的？我让你说你是胸外科的，你怎么说的？在楼下还溜了一遍词儿呢，背得好好的，那怎么就一见了我妈就秃噜嘴了呢？这我一开始是准备好撒谎来的，但是我一到你们家，你知道吧，就往那沙发上一坐，跟你妈那眼神一对上，我一看你妈那眼神，我全就乱了，我这心里就犯糊涂了，有点。我想那是你亲妈呀。再说我今儿要骗过去了，那我也不能骗一辈子吧。再说这人得诚实，属于最基本的了。谁让你不诚实了？这叫策略，策略你不懂吗？策略就是一步一步的来。你最起码让我妈这边先落了听了，让她接受这个事实了，然后你再一步一步告诉她也不迟啊。那不还是撒谎吗？我觉着我第一天见你妈我就撒谎，我这心里实在是我就……哎，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说不清楚。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住了。那你去哪儿啊？你是我老公哎，你还要我去想吗？你得想办法呀。哎，不行，我们那宿舍都是男的，那女的进不去。谁说要住你们宿舍啦？我要住酒店。行，啊行，那咱俩就还是老地儿，还住原来那快捷酒店，好不？我不住快捷酒店。今天什么日子呀？对，今儿是咱俩大喜的日子。你说，老笨，你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。我要住高级酒店。行，咱去高级酒店，带套房那种。套房，24小时可以点餐那种。行，我带着信用卡呢。我要喝水。啊好，服务员，喝水。
爸，我知道了。那这样，那明天早上呢，我到站台上去接你啊。你一进站就给我打电话。你不是7号车厢吗？我就在那车厢门口等着你，好吧？啊，你千万别乱跑啊！你找我啊！好，那这么说好了。哎，好，拜拜，阿爸。怎么样了？我爸都已经在火车上了。那我爸一来肯定要见你妈呀，肯定要跟她谈婚事。你说你妈这种态度对我，都把我轰出来了。你说这，你要不别让他俩见面了？不见面？嗯。不是，那不可能。我爸来了就是要跟你妈见面的呀，那怎么可能？我说什么呀？我爸不跟他见面。就是我妈出差了。哦，你妈出差，不行，那出差早晚她得回来呀。我爸那么执着的一个人，先对付2天再说吧。那过2天说不定我妈就不反对了呢，就改变主意了。老婆，这招行吗？你有其他办法？我没有。那就听我的。那行，那也只能这样了。那我这几天我就稳住我爸，你就借着这个时间呢，跟你妈去做工作，跟你妈好好说点好话啊，千万不能跟她急。怎么搞定我妈，我比你心里清楚。放心吧，这都几点了，都饿死了。老婆，你今天真漂亮。还不赶快给我抓羊去！好。好。哎。给我抓几只大羊啊！说一女孩子大半夜不回家，你像什么样子你？我还真熬不过你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哎，莲儿。哪位？哎，我是你王淑华阿姨。哦，阿姨您好。这么晚了，你没睡呢吧？没有，还早呢。啊，没事，我就问你啊，我们敏儿在你那儿吗？小米啊，没有。啊，那你说她有可能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祝你用餐愉快，谢谢啊。老婆，吃饭了。哇塞，真不愧是我的好太郎。红烧肉是我的。哎，对，好，就这么说里头。好，明天见。好，哎呀，以后回家不许谈工作啊。哎呀，亲爱的，没办法，干我们这行的嘛，客户啊就是上帝，那客户的电话就是命令，24小时都要交流。那我还是你上帝呢。对，你是我上帝，你别闹，别闹。哎呀，哎呦，又谁呀？王淑华，烦死你，大半夜打电话，快接呀！挺讨厌接这电话。哎呦，快点拍，快点！喂，你怎么老不接电话呀？你神经病啊你！你才神经病呢！你大半夜打什么电话呀？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以后有事不能给你打电话了是吗？我晚上都不能给你打电话了是吗？你有事说事，你嚷嚷什么呀？我就嚷嚷了，怎么着吧？王淑华，我告诉你哈，你现在呀拿不住我了，哎，你别想再拿孩子来威胁我。孩子现在大了，现在孩子我随时一个电话，我想见就见了。我没本钱了，行了吧？我手无寸铁，行了吧？我告诉你，米饭，就你这个人真叫王八蛋！我跟你说吧，我现在后悔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一辈子干的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跟你结婚，我干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跟你离婚。回答正确，你都学会抢答了。我跟你一样，同感。嘿，我跟你说，就你这种男的哈，没有一个女的能跟你过得下去。不对吧？我现在过得很幸福，
不像有些人空虚寂寞、孤家寡人，没事找事儿，大半夜的还往人家打电话骚扰人家。你跟你那东北三流业余过气儿女歌手，你吃屎吧你们俩！真服了你们！神经病，这是没法交流。你这婚都离了还这么吵啊啊！哎呀，3天一小吵，7天一大吵的，干什么这是？狗改不了吃屎。我气糊涂了都。他找你还是有事儿吧？不管了，睡觉。讨厌。王振华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你干什么去？我告诉你啊，你闺女离家出走了。什么时候？想知道就过来。哎，这怎么了？米儿离家出走了。天津大雨转阵雨22到30度，呼和浩特阵雨16到27度，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。为什么呀？谁知道啊？这个女人啊，永远不知道什么叫重点。你把孩子出走了吧，是吧？你打个电话过来，她这个时候也没用，我就问问情况就知道了。那我陪你去吧。哎，别，我自己去就行。哎，我车钥匙你看到吗？记得我昨天放下我了。又乱到哪儿去了？这儿呢。哎呀，嗨，呀，啊，王老板你好。是什么急事儿？啊，不打扰啊，我也没什么事儿啊，你说啊。啊。哦。哎呦，哦。哎呀，老婆，不是你这怎么吃起来还没完没了了呢？这都吃了多长时间了？你算我这碗米饭，你都吃了4碗了，怎么还没吃完呢？着什么急啊？吃饭细嚼慢咽，你不知道啊？对。再说了，我吃的又白又胖的，你不喜欢呀？是，我高兴。那个，但是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，是吧？咱这儿开一个房间挺贵的，这一天，你说咱要都把时间花在这吃饭上，是不是太不合适？哎呀，不吃了，确实吃撑了，太撑了。吃饱了是吧？那走吧。咱得活动活动哈。那当然了。好的。哎，喂，哎，王老板，你听我说，能听我说一下吧？你都说了快半小时了，这样哈，你说这个事情啊，我基本上大概听懂了。你先听听我的啊。第一，证据；第二，搜集证据。只有证据充分了，我们才能起诉对方。哎，对。啊，具体的哈。你这样，等你回北京嘛？哎，你回北京以后就电我。哎，好，到咱们见面。好，北京见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我最近啊，几个好朋友都跟官司干上了。哎，这个电话打得我口渴死了，给我弄杯水。你不去王淑华那儿了？啊？哎呀！
哎呀，把这个正事忘了，要死了！这电话打的。慢点，慢点，开车一定慢点。谁呀？你干啥呀？干嘛我上去？这是我家。你搞没搞错了？咱俩是合法夫妻，这成啥了？你和他不一个档次。来吧。干嘛你磨叽那么半天不开门啊？不是我那啥，我给他接个电话。什么情况啊你？走走，快走，快！干嘛去啊？去你家快！我都来了，还去我们家干嘛去啊？对，来。真行你说过了，大半夜的我一直等着你。不是我接个跟傻子似的，我在这等。一个客户正要电话，耽误点。走。王琳琳呢？他不在啊，快坐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姐，重点说。我捡什么重点？我要说的都是重点啊！都说，行了吗？哎，我说你干嘛？你这屁股上面长钉似的，怎么那么慌啊心？